为友谊，一定可以建立起培育飞行员的神圣使命。 一些喜欢。 带着他们一起来做航太船，他通过了认证以后，他用航太工厂，很多厂的工厂的学业，一定说开商放加入这些公司都是我们的供应链的最后我们可以带大家一起来。更直接向您介绍就是您看一下，这是 IDF 在这个地方它提到的自己中科院跟万强的专案团队，针对未来飞行员及维修人员的整套的训练系统，包括9项装备，针对未来整个的训练计划团队结合国内各家厂商，全部在国内自主开发，100%航空客团员这边有信心，这是产品的提升。这样的一个训练概念，这样开发的成果，我们可以推广运用到其他系统的飞机的训练上面，做到它的延伸效应。 种种请提下到下一个装备。那这个装备呢，这个地面监控系统，这个监控系统非常重要。未来可以视角越大，这个整个逼真度越高，训练成效，整个高强度的部署作业，我们一定能如期如实达成交接任务。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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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